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躍出喎，快少少嘅馬呢埋別難放喎。第二位啊出邊係極速之子啊，領創動力就跟住個第三有型勇者內蘭第四啊，第五位外邊午夜快車呢，咁啊中間夾住呢，咁啊仲有歐洲傳奇紫衫紅眼罩第六位啊，內蘭第七仲有銀皇輕標個灰馬嚟嘅，出邊啊上市魅力啦，紅帽尾四仲係魔法速遞，不過就留得幾順喎。後邊三匹馬宜昌奇兵咧盈利寶馬，中間夾住係落足心機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，冠萬物仲係貼難放嘅，中間63呢就領創動力啊，外邊第三位仲有極速之子啊粉紅衫，內欄第四有型勇者，中間第五紅眼罩有歐洲傳奇攞出去，外邊大白鼻梁呢仲有午夜快車，出邊有兩隻上市魅力大我當宜昌奇兵啊，馬林中間攞出去揾位呢仲有隻魔法速遞啊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領創動力佔先，但係中間歐洲傳奇率先上嚟啊，外邊午夜快車亦都追緊，出邊紅帽仔上緊嚟，仲有隻魔法速遞啊，最後100零米外邊數入去，